经典时刻，经典就是流行，经典时刻与您分享精彩的每一刻。我是您的 DJ 废平。好，今天在我们的经典时刻当中呢，要带大家回到1986年举办的这个香港的第5届新秀歌唱大赛当中呢，邀请到师姐啦，师姐跟师兄就是这2位，谁呢？就是我们的梅艳芳跟她的徒弟，就是草蜢仔哦，来示范一下，如果呢在这个舞台上面，也就是演唱的时候，突然发生失误的时候，该怎么办呢？就是舞台直升，就是所谓的直升呢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随机应变哦。哇，这可是呢大师级的课程哦。虽然呢他们在这个舞台上面示范这个直升，就是示范呢突然出现紧急状况的时候呢，但是梅艳芳跟草蜢呢依旧是非常非常的怎么样专业。我们来看看，如果在舞台上面发现了比如说跌倒啦，或者是这个裤裙呢这个脱线啊，突然呢有一点走光的时候，到底在舞台上面的这些演艺人员、这些歌手、这些歌星们，到底该怎么样来随机应变呢？马上把大家呢带到我们的第5届的新秀歌唱大赛当中，梅艳芳跟我们的草蜢共同来示范咯。除此之外呢，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，你看到这个贵宾席呢，有出现2位很特别的来宾，一位是元彪，就是武打明星、武术指导，对不对？另外一位是和奈保子啊，和奈保子呢也是担任了这个1986年来到了新秀大赛的决赛，担任评审还有表演嘉宾。你準備好了沒有？待會你會看到這2位哦。經典時刻現在開始咯。突然間俾我一個感覺咧，佢哋3個好似對襯家咁。係啦 ，Anita， 我好佩服你同3個草蜢仔咧喺台上邊咧合拍得天衣無縫嘅喎。都唔係㗎，其實我哋有陣時咧都會出錯嘅。係啊，食藥都會食錯啦嚇。咁如果萬一錯咗，咁點算呢？呢樣嘢咧就要講執生。執生啊，執生好抽象嘅啫喎嚇，可唔可以舉啲實例或者直情即席示範俾大家睇？你出錯嘅時候點樣執生？呢個冇問題，但係你哋要落足眼力喎，你要落足眼力睇下點樣執生法。咁我哋一齊俾啲心機睇下梅艷芳點樣執生。睇先，我預備先啊。唔該曬，草蜢仔係預備下先嚇。咁或者咁啦，等我哋旁述下呢一次嘅執生行動啦。暫時嚟講都冇乜出錯。我世界到處接火正蔓延，任誰人平靜四海的烽煙。我世界到處喂，好平淡啫喎，冇乜出錯噃。梅艷芳出場啦！哎呀，點解會跣低咧？哎呀，一招將計就計，攞翻個埃及妖后 pose 喎，跟住佢哋左插花右插花，跟住抬翻佢，呢招叫做步步高升，啊果然瞞天過海噃。咁啊照計係好 easy 嘅啫，冇乜特別。梅艷芳同草蜢仔，我諗你哋要揾啲難度高啲嘅嚟俾我睇睇啊！場場用決戰，軍隊也敢討厭。睇下今次邊個蝦碌先？哎呀，跌咗支咪啦！呢招海底撈月，難度係3.47分，執翻啦。不過，咪支咪鑊咗，點算？草蜢仔洗個眼色，你估下洗一招乜嘢咧？移形換影啊，得幾合時喎！呢招算係咁啦。哎，爆胎，走光。草蜢仔一個二個走上去遮光啦！啊，呢招叫做兒童不宜，大家都冇得睇啦。無力無恨再無問，人人為我，天天都不再作戰。好嘢！果然執生技術高超啊！